今日又嚟到福田黃崗村。話說有一啲師兄會以為黃崗村呢個名係咪指黃帝山崗咁巴閉？咁其實以前呢條村最開始坐落喺黃土山崗上面，所以得名黃崗。而嗰一個山崗輪廓似一隻鳳凰，所以先改咗個吉祥名，寓意係鳳凰落足嘅山崗。不過時至今日，鳳凰呢就唔多見啦，反而成條街都係啲水療會所。附近呢度有錦怡雅苑、皇后大道、水上聯，各種大小場真係多過便利店。咁今日目標係皇興大廈全季酒店17樓嘅永安水匯。其實之前都介紹過啦，不過個師兄部長呢就話新嚟咗一啲師傅，叫我過嚟試試水。上到嚟17樓，前台呢度多咗塊長島竹毒養生館，唔知係咪改咗名呢？其實呢個前台都幾有高級格調，但係呢塊牌睇上去呢就好似水圍村嗰種街邊粥肉店嘅招牌啊！屌，有啲格格不入咯。唔理咁多啦，去沖涼房睇一睇。呢個沖涼房對比起我去過咁多間店，算係幾高卡士，不過空間就細咗啲。始終呢個場呢就唔算大。咁講真啦，之前其實我都介紹過啦，我都唔知講咩好，反正就係乾淨企理咁啦。行出嚟大堂都幾熱鬧喎，好多師兄做緊項目，美容師都有唔少值班。一般嚟講，細場嘅大堂多數都係冷冷清清。永安呢度咁旺場，有個原因可能係每個位都配有獨立電視，做項目之餘仲可以攤住喺度休息，睇下波睇下劇。再加埋呢度樓層高，行去前面有一個落地大窗口，拉開窗簾可以俯瞰黃崗村啊、水圍村嘅街景。呢一個無敵景觀，其他店呢真係學唔嚟啦。永安水匯呢度仲配有3間 K 房，雖然都係細細間，唔算大。不過部長介紹話，從中午12點到夜晚7點，免房費唱 K， 仲送埋酒水啊果盤。其他店唱 K 一般都要收個房費，按完摩之後仲可以唱翻幾首歌過一下癮。然後行去房間區域，呢間店係舊年年中開業，到而家嚟講 keep 得都算幾新淨，牆面同埋地壁都反晒光，立立令。剛剛轉個位撞到個師傅都幾養眼喎，就叫佢帶路揀間房試一試佢手勢。房間呢就唔大啦，比較細，毛巾夠晒白淨。只不過呢度刺繡金雲世紀，啲毛巾係咪撈亂咗啊？隔籬有大窗口，採光都幾好，窗外嘅風景唔錯。如果係夜晚過嚟，估計更加正。一邊望住福田夜景，一邊按摩，都係一種享受。然後試一試師傅手勢，佢就話剛嚟深圳冇幾耐，手勢呢確實有啲生疏，不過都算係用心，唔會太過敷衍，求其了事。咁話時話啦，我遇正10個師傅裏面都有7、8個話自己剛做冇耐，我屌都唔知係咪統一培訓嘅話術呢？有啲新手師兄一聽到佢哋係剛做嘅，心態方面會放得寬容好多，就算係撳得比較 hea，手法唔到位，都唔會話要求太高。而比較有經驗嘅師兄，一般呢就唔多信佢哋嘅話術啦。咁具體係咪剛做呢？呢一個就見仁見智咯。我睇呢個師傅都算係幾後生，手法比較溫柔，力度唔算大。有啲師兄比較受力，中意大力按壓嘅話，可能就唔多夠喉啦。呢一個呢就睇個人喜好咯。總嘅嚟講，永安水匯
雖然細細間，不過窗外嘅景觀無敵，環境都算唔錯。師傅嘅手勢就要睇骨運撞唔撞手啦。有興趣嘅師兄可以自己試試。